恁若有亲自手指甲破烂，不向啥啊？你收人破烂，知影不向是啥物意思？敢若是母向花送我的，哪有啥物意思？咱的感情就亲像兄妹仔同款。对啊，咱就亲像兄妹仔同款。你若要嫁，我陪你啊。文秀啊，我送回来啊，我会当陪你等到你阿爸回来。不管你安怎管伊、骂伊，伊一直拢无放弃呢。真正是世间难得的痴情男子汉。胜利！一个查甫人为着事业，爱对人婆婆塌塌，是足够委屈的。若是因为我害伊失去做导演的机会，电我付我家己。你假做我的男朋友，好不？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火车来去。